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。今日5集，第一鋪起手雙鬼，個個都打我又打啦。摸到對眼啦，份牌都有用咗啦。哦，入咗個靚4筒，而家碰過入個黐角都可以叫糊，唔知揀邊度咁啊，打咗個8筒先啦。唔好纏住我啦啲番薯，碰4索拖牌，咁啊揀拖咗3萬。拖6索即刻自摸啊！明知自己已經係碰4索正常，打6索冇問題㗎。咁我見麻雀回頭必有緣由，咁我就留返佢啦。果然講得啱。開碼。第2盤3筒係鬼，份牌不過不失啦，幾好，夠晒張數啊嘛，碰過入過都可以叫糊。摸到對西風肯定留返子對先啦，因為可以做7對，又可以碰嚟叫糊。呢個4索咩意思啊？唔要啦，上家啱啱打，就咁冇咗咯。第3盤7筒係鬼，全部入對子啊！咁就往對子嘅方向走啦。入到第一砍牌啦。3摸1，3摸1啊，7小對。如果你哋呢啲牌，你哋碰定係唔碰啊？碰咗都唔會有糊叫喎。對家即刻出咗個9索，我冇碰。上家嗰隻咩牌嚟啊？咁難打。第2索。查唔查唔差啦，拆嚟都冇必要呢啲咁嘅牌。一樣都係唔啱我。你哋呢啲牌型會點打？繼續，呢鋪7索係鬼，出門碰個牌先，啲牌好散好散。開始入張，爛牌好入張啊！真係好入張，依家黐個碰個都叫糊。
摸到隻鬼拖牌，咁咪拖萬字咯，都係二選一嘅啫。唔畀摸牌嘅，拖牌摸番子啊！摸咗2個番子先，碰走我字摸3個番子，心跳加速啊！個個都叫糊啦，分分鐘仲要殺我拖牌。唉，嚟啦，唔畀我摸。又唔夠大啊！我個拖4萬8萬食唔到，對家都摸到5萬，好彩我都摸到，真係辛苦啊！開碼啦，中1個，最後一盤3筒係鬼。先打東，上卡窿啦。OK， 第2隻鬼都嚟咗，真係製造卡窿啊！OK， 叫糊啦，對碰加146索，又係嚟對，唔要咁多對啦，一陣碰一碰又走字摸，好字摸啦，開碼啦，拜拜，下次再見。